汤是一个让你觉得还蛮有饱足感，然后而且不会淀粉过量。我们在地的人喜欢吃的，巷内的这一家更是每次来都几乎都要排队。每次来都计划排队，所以也在这边跟大家介绍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来到我们南昌家具街，来到我们这整个周边城南的这个街区，那你吃这个夜市的时候，可以特别来吃这一家，这是我们的爱店，所以我先去排队。我等一下，要不要？要吗？你们都吃吗？你们弄完以后全部都吃，要不要？委员，他为什么是你的爱店？他特别的点在哪里？我本来就喜欢吃四神汤嘛。四神汤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如果你是一个关心身材的人，你是一个关心那个晚上以后啊，就是6点以后不吃淀粉的那种人啊，那你吃四神汤是一个让你觉得还蛮有饱足感，然后而且不会淀粉过量，然后再加上它又很有传统台湾的味道。我知道很多人，因为大部分传统的台湾小吃都是淀粉含量很高的，但是四神汤不是。所以四神汤好吃，让我们这一家又特别有这个传统台湾的味道，然后又是如果你讲求养生，然后你又讲究身材的话，其实四神汤是很好吃。快5点了，大家这个时间主要吃了以后，晚上不要再吃东西，就会瘦，就会变得跟他一样瘦。我没办法。这个太……因为我们在地的里长，他非常重视文化。那尤其我们文总也在这里，那文总也在推这一区块的所谓城南的文化节，就是整个很多台湾的这个重要的这些老建筑，台北的老建筑很多都坐落在一个地方。那尤其是我刚才讲，这里超过120年，但是它这个老建筑却因为就在中和官邸的隔壁。所以其实像这一整条颓圮的这个外墙，大概10几年了都没有办法维修。那担心的就是说这个当然是国安单位会担心说，那工人上去他会不会对里面做一些试探啊，或是丈量啊等等，所以就只能用铁皮一直围起来。那常年来都没有修理。那我们在地的里长其实他常常是在带在地的导览，就是城南这一个区块导览。那带到这个120年历史的这一个街区的时候，却有这种已经常年没办法修理的状况，所以就来找我们的服务处，希望说可以来解决这个案件。那我们一开始知道说是处理，就是说是要处理到总统府，我们其实也是觉得怎么会有这种选服？我们平常处理的大概就是台电啊，或者说国有财产署啊等等的。那变成要跟总统府沟通以后，我们当然就知道说这个难度比较高，但是其实我们跟总统府这边沟通的结果，那再加上跟整个这个烟酒公司沟通的结果，最后我们也成功的促成了，就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，我们现在这个铁皮大概在3月初的时候就可以拆除，那整个这个围墙就可以把它修复完成。